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Dr. Eva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寵物中醫。動物睇中醫其實同人睇中醫差唔多，嚟到診所同醫生講下發生咩事，俾醫生檢查完，醫生就會根據翻中醫嘅五行系統去設計翻一個最合適嘅治療俾佢哋。動物中醫係希望將身體各個器官都處於一個平衡嘅狀態，最常用嘅治療會係針灸同埋中草藥。針灸就係用一啲好幼嘅針灸針去刺激穴位，希望可以改善血液循環、減輕痛楚、放鬆肌肉，以及可能幫到一啲協助神經修復嘅功能。如果動物有關節炎、椎間盤問題，甚至一啲神經上嘅問題，都可以試下用針灸幫佢哋改善症狀。另一種治療方法就係用中草藥。動物中草藥係根據動物嘅體重同埋特質去調製出嚟，通常會製作成為膠囊裝，方便主人餵食。中草藥對於慢性疾病，例如腸胃炎、慢性呼吸道疾病或者皮膚問題都有唔錯嘅效果。咁好多主人可能就會問咁中藥可唔可以同西藥嘅治療一齊進行呢？答案係冇問題嘅。其實好多疾病除咗西醫嘅治療之外，都可以加埋中醫嘅治療落去，令到動物可以快啲康復，慢慢調理身體或者改善生活品質。不過要注意嘅係，中藥係唔可以同西藥同時間服用，兩者係需要隔2個鐘去食嘅。如果你嘅寵物有長期不適、痛症或者想提升體質，中醫都會係一個安全及溫和嘅選擇，而且佢可以同西醫同時進行，達到相輔相成嘅效果。